拄仔咱所講到這泰國酒館火災，佇咱台灣也捌發生過 KTV 導火燒造成6個人死亡，台中西餐廳64個人死亡的悲劇。上司嘛提醒講，店的便所這門攏是塑膠做的，無法度甲開動落來，這排水孔也袂有空氣。若是萬不一發生火災，就千萬唔通閉佇內底。火燒甲正猛，一時啊火氛就正大。泰國曼谷的酒吧半暝大火，真儕人匿佇便所，到尾煞不幸死亡。面對發生火災，上司就示警，匿佇便所絕對袂使，顛倒會增加致命的危險。浴室的門跟天花板可能比較多的情況是塑膠材質，然後不耐高溫，然後易融化變形，然後所以就會有濃煙侵入。排水孔下方設有這個存水彎，其實是不會有所謂的新鮮空氣從外部流進。上司特別說明，便所用塑膠門較濟，無法度有效擋火分，排水孔有些抗水彎，嘛無空氣之外，萬一密佇火場內，千萬唔當密佇便所。看泰國的火警，國內5、6場所同款，原來有類似危險的代志。整個林森錢櫃大火啊！林森錢櫃大火。民國109年，前櫃 KTV 林松店大火，造成6個人死亡。當時未少罹難者都是密佇包廂便所。民國84年，台中威爾康西餐廳大火，加一個泰國的火警，同款的所在是唯一的出入口塌掉的，奪走64條人命。沉着冷靜，然後第一時間要快，然後第一姿勢，必要時候爬也要爬出去啊！你為了要找濕毛巾、捂口鼻，那就是會浪費時間。你沒辦法往下或往外逃生，那建議就會有改避難的方式，看是不是有一個相對安全的空間，你可以躲進去，然後是塞門縫，然後在裡面。等待救援。若是伫 KTV 酒吧這5、6場所，常常拄着火災，把握火場造成口角，燒火緊走，火分關門。專家嘛做伙提醒，入去任何5、6場所，愛提早確認是毋是有2個以上的逃生避難空間甲動線，為家己的安全設想，以先防範。記者採訪報道。